来，这个大问题因为金华城的备案丰收啊禁见，民众党的前秘书长谢立功就节目建议大问题应该适时人罪协商，争取到有利的判决。加上谢立功过去一寡言论是互民众党的党员检举到中评会，民众党的中评会下晡开会讨论要安怎来处理掉谢立功。中评会嘛邀请谢立功来说明，但是谢立功认为检举的内容不是事实，决定不爱参加。主席要不要抗告还是认罪？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确定延2个月，坐小车从亚登去看守所，表情真失望。即卖伊关系的问题都也未解决，搁出现党内的问题。就在党中央和支持者苦思办法时，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却要柯文哲应该适时认罪协商，争取最有利的判决，立刻遭到党员检举。今天呢，中评会下午就会召开谢立功的惩处案，不过谢立功表示他不会前往。免册写下心情，谢立功质疑中评会和检举前无看过完整的影片。认为家己无违反规定，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攻击本党的成员或者是本党的行为等等。既然无符合立案标准，是安怎要求伊出面说明呢？我去有何意义呢？我去现在我是不是认罪协商？我不去啊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他不来说明的话，我们会依据我们手上自己收集的资料来做评议。对，好由中评委全面检视伊的发言。谢立功更加强调，作为民众党的解决派，伊唔惊人挖乌，勇敢讲出事实，甚至无拜读参选12月7日党代表的选举，要选中央委员。在你们没有开除我之前，我现在开始真的认真思考要选中央委员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再不改革，被你们这些乱搞，那民众党还有未来吗？随着郭文泰期待时间延长，民众党内也出现改革的声音。第1个月风暴是渐渐的扩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